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大灣區工作室 channel。先回顧翻星期三嘅成績啊！我哋呢個 channel 嘅提供咧又試命中啦，已經係連續3連勝㗎啦。希望繼續咧保持水準啊！咁其實咧當晚咧喺付費會員嗰個資訊嗰度咧，第一場咧係提供單 Q 嘅啫，提供鋭高同埋飛躍海船嘅單 Q。咁如果咧你參加咗付費會員咧，應該都有收穫嘅。咁大家咧想知道嘅詳情咧，就可以 WhatsApp 到咧屏幕嘅右上角啊嗰個電話嗰度嘅。咁另外咧講翻今次咧就係5月份嘅最後一次嘅賽事嚟㗎啦。咁亦都比較少見喎，喺呢一個端午節嘅正日嗰度編排呢個日賽。咁亦都係呢一個日賽咧，都算係季內嘅最後一次日賽啦。因為之後嘅賽事咧都係嗰啲叫做下年嘅賽期啦，亦都係俗稱嘅所謂嘅黃昏賽。咁而今次嘅賽事咧就係端午節跑馬，睇下會唔會應驗嗰句啦，龍船快過馬啦。咁如果大家睇直播嘅時候咧，應該都會睇到城門河嗰度咧都有啲龍舟喺度競渡緊嘅嚇。咁另外咧講翻今次嘅賽事，戲馬都係嗰啲叫做季尾階段嗰種㗎啦。不過咧都叫做21場3級賽嘅，亦都咧有一匹叫做以往大家都視佢為明星馬嘅金鑽貴人都有參戰啦。咁就睇下佢嘅表現如何啦。咁至於咧我嘅提供咧，我就今次好簡單嘅啫，就係揀咗第7場。咁而呢一場嘅賽事咧就係第3班嘅1200米。咁如果你問我，咁我梗係唔會提供嗰隻1號嘅真心傳奇啦。講出嚟咧，可能你哋都會批評啦。咁而真心傳奇咧，唔揀佢嘅原因咧係因為其實佢本身都係900零磅嘅馬咧，今次孭到135磅，我覺得咧都有啲阻力喺度啦。咁同埋咧，上次咧就佢都係排內檔啊，但係因為有個快步速，所以佢就慢慢轉到位啦，去到直路咧追上嚟贏嘅。但係今次咧，我又睇唔到即係有啲咩快馬喺度咧，所以嗰個步速咧就未必快㗎。咁如果佢排個1檔，加埋咩叫頂磅，混咗喺裡面咧，分分鐘咧都係有個阻力喺度。咁所以咧，佢又一定可能係嗰啲2倍嘅獨贏嚟㗎啦。所以我就唔揀呢一匹馬嘅。咁反而我就會搏下嗰隻8號嘅紫荊歡呼。呢匹紫荊歡呼就自駕馬嚟嘅，佢喺外地跑1場嘅啫。咁但係佢1場咧就已經贏咗㗎咯喎。咁嗰場咧就係贏1200米嘅。咁同埋咧，如果你睇翻紫荊歡呼咧，嚟到香港上季跑嗰即係喺3班跑嗰啲咧賽事咧，表面好似都冇乜特別啦。但係原來你睇翻佢跑得較為好嗰次咧，跑嗰次第4啦。咁如果你睇翻前面嗰啲對手，咁都可以話係一組強組嘅第4名嚟㗎。正咧就係都見到呢匹馬上季已經都係展現過一啲唔錯嘅能力。咁而呢匹馬今季就因為暑期減咗分啦，所以就喺4班起步，好快就能夠贏到佢嘅第1 win 㗎啦。不過就係4班贏嘅。然後咧升咗上3班咧，以為佢可以繼續有啲成績㗎啦，因為佢喺4班贏嗰場咧，其實嗰場1400做嘅時間咧根本都唔錯㗎，孭住135磅咧係做一個咧係有3班水平嘅時間。但係去到3班跑咧，成日有陣時咧都撞到排啲大外檔啦，亦都喺外面蝕啦，有陣時係拖到好後啦，另外有陣時係跑嗰啲1600米啦。咁兜轉轉咧，又俾佢減分咧，落翻去3班，落翻去4班嚇，落翻去4班咧，又俾佢贏翻場喎，就喺谷草1200嗰度贏嘅。咁然後咧，佢又升翻上嚟3班，其實最近跑咗2場咧，個表現都唔錯嘅。因為咧嗱，如果你睇翻佢前一仗啦，嗰組嘅季軍都可以話係強組嘅季軍啦。咁而啱啱嗰場嘅賽事，即係上一場咧，由於排個外檔嘅關係咧，佢係拖到好後。但係末段咧都幾肯追喎，因為個末段咧都幾難追，但係其實佢都有追勢，所以我覺得咧紫荊歡呼其實佢嘅態況咧係保持得幾好嘅。好啦，今次咧佢就縮嚟跑1200，但係咧我係研究過佢㗎啦，佢係休息咗成個月有多，咁同埋咧亦都係刻意咧上從化。咁其實咧佢近仗係冇上從化㗎，佢對上嗰次咧係2月份嘅時候嚟㗎啦。換言之，佢跟住上從化咧，可能咧嗰個效果咧亦都係比預期大嘅。
咁種種加埋有個新鮮感，加埋排個二檔，而本身呢匹馬咧有一啲基本嘅前速，頭先我都講啦，冇乜認真快馬喺度嘅。呢匹馬如果早段積極啲咧，喺前面甚至乎自己以一個操控步速嘅形勢去跑咧，呢匹紫荊歡呼咧係隨時有力咧贏，即係叫做殺低嗰匹真心傳奇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咧呢一場8號嘅紫荊歡呼咧係有權可以搏下個 win 嘅。咁所以咧呢場賽事咧，我只係提供一匹馬嘅啫，就係、第7場啦，8號紫荊歡呼。咁睇下嗰個 win pay 搏一搏啦，我相信個位置個派彩都好過1號嘅真心傳奇嘅獨贏啦。咁而可能你會話，喂，萬一落雨會點啊？因為天文台預期咧星期6都會有啲龍舟水喎，會有啲驟雨，唔使驚喎。嗱，好似我今日嘅打扮咁樣，嗱，戴晒帽啊，着埋呢啲防雨嘅雨褸咧，其實咧就兩手準備，因為我查過呢匹紫荊歡呼，除咗外地係贏過遠地之外咧，呢匹出自花旗嘅子字咧，你睇翻好多花旗嘅子字，根本上跑呢變化地咧都係好耍家，所以我覺得紫荊歡呼即使啊遇到有龍舟水咧都唔擔心嘅，咁所以提供呢匹馬啦。咁亦都提提大家啦，如果大家想查詢嗰個付費會員資訊咧，可以睇到屏幕右上角嗰個 WhatsApp 電話啦，大家 WhatsApp 去嗰度咧，有專人為大家解答㗎啦。另外咧，大家除咗撳個訂閱掣啊，即係呢一個頻道撳訂閱掣之餘咧，亦都 share 出去啦，亦都歡迎大家咧係喺個留言區嗰度留言，同埋咧最重要俾埋個 like 㗎。好啦，節目咧同埋心水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啦。